刷到呢條視頻就代表你有可能要翻身啦。成日覺得自己揾唔到錢嘅人，千祈唔好急住抱怨大環境。好多人話自己明明好努力，周圍揾機會，但就係存唔到錢，做咩事都差最後一步。其實唔係你能力唔得，係你個心氣亂咗。老一輩成日講，先揾心神，再謀世事。由今日開始，你同我做一個舉動，每日朝早起身，先喺屋企靜靜地點一炷香。老一輩講，好多香港富豪屋企都有一個代代相傳嘅習慣，日日焚香。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堅持咗幾十年嘅習慣，從來冇中斷過。品質好嘅香可以令人保持頭腦清醒，古人亦都一直保持住朝早焚香、傍晚收香嘅生活習慣。呢個係我親測非常好用嘅辦法。不過香唔可以隨便亂點，而家市面充斥住各式各樣嘅化學香，一旦用咗，唔單止冇好處，仲會損害人嘅身體健康。所以今日我特登同大家分享一款我私藏好多年嘅好香，我自己每日都喺度用。香港唔少隱形富豪，無論幾忙碌，每日都會抽時間點一支我呢款香。佢哋見重要客戶之前會點，傾合同之前會點，就連鋪頭開張之前都會點。點解咁多有錢人偏偏就認準我呢一款香？因為呢款香由選材到製作，全部都係我親自把關，入面嘅用料實實在在，識貨嘅人一聞就感受得到純粹同埋用心。香呢樣嘢最緊要就係天然，呢款香按照傳統古方調配天然香料，煙少，氣味純正，居家辦公都可以用。點上一支，環境舒服，人自然事事順利。我哋屋企幾代人都用緊呢一類香，唔算係咩稀罕嘢，只係日常習慣啫。記住，焚香嘅時候要懷住一顆真誠感恩嘅心，祝願我嘅家庭越嚟越好，我嘅事業蒸蒸日上，我嘅細路健康成長。如果你有興趣，點擊左下角連結，攞2盒返去試下。存貨唔多，淨係低返最後呢啲。我從來唔會隨便推薦普通貨品，可以俾我長期自用，真心攞出嚟分享嘅嘢，一定係經過時間考驗，真正經得起細細品味嘅好物件。好多老朋友都3盒5盒咁團，屋企放1盒，辦公室放1盒，隨身再帶個小桶裝嘅，用起身方便。天然香放得越耐，味道就越醇厚，亦都唔使擔心會放壞。